喂，大家仲係咪覺得要飛去拉斯維加斯先玩到國際級德州撲克賽事？仲話冇時間出國，唔使再揾藉口啦！而家香港就有國際認可嘅德州撲克比賽，等緊你嚟挑戰。你有冇諗過喺香港都可以玩到計入 GPI 世界排名嘅撲克 MTT？原來真係有 Once Poker 每月賽事，每月一場喺香港市中心開打，買入費只係400蚊，一啲都唔貴，普通人都玩得起。贏咗唔單止有獎金，仲可以登上國際排行榜，成為全球認可嘅撲克玩家。新手唔敢打線下，完全唔使驚。呢個比賽超級新手友好，第一次玩都冇壓力。點解？因為即使你出局，現場有職業玩家同你一齊拆解手牌，教你點樣進步。邊玩邊學，仲有機會同本地職業牌手 Akirasco 交流，呢啲經驗係無價，機會唔等人。呢場 Once Poker 每月賽事席位有限，而家報名仲嚟得切。想試下國際級比賽嘅滋味，贏取 GPI 積分，仲可以同職業玩家學嘢，即刻上網報名啦！查詢同報名詳情喺 Once Poker 網站同埋 Global Poker Index 網站都揾到。無論你係新手定有經驗，400蚊就係你嘅入場券，實現撲克追夢第一步，唔好再等，即刻行動，喺香港同世界級玩家一較高下。